三立集团掌握有线电视集团中加27派股权，达到垄断的红线。NCC 就要求要限期改善。时代力量的立委区显地，阁要求 NCC 得要定出，若无改善是要安怎处理。国民党的立委是批评 NCC 用无同的标准来对待三立甲旺中集团。因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是回应讲，相信 NCC 的判断甲决定。 三立集团透过转投资上层控股公司掌握中家股权27%，疑似落到媒体垄断的红线。NCC 表示要求中家甲三立限期改正。时代力量立委区显地要求 NCC 要明定改善的期限，唔通拍假球。国民党立委批评 NCC 是上定标准，请 NCC 明确的定下一个期限，未能于时限内完成改善的话，那 你的处罚，你的相应的处置是什么？以前你们对旺中集团是什么样标准？现在对三立又是什么样标准 ？NCC 独立机关不独立啊，双标。现在也立委质疑 NCC 失去独立机关的独立性。不过行政长陈建仁出面道讲话，伊相信 NCC 的判断。 我们相信NCC 呢一定会按照他所掌握的资料呢去做很详尽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因为 NCC 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我们相信他们的判断和所有的决定。 另外，进前陈建仁备询的时阵，捌讲核电是绿电，被人质疑政府会核家园地缘改变。陈建仁澄清政策无改变过。非核家园已经是台湾社会的共识我们会往这个方向来努力政府的政策呢，从来没有改变。陈建仁表示，核能要摕到绿电用途有严格规定，需要对核废料处理有真好的处置，而且 RE100并无包含核电在内底。强调政府继续朝向减碳氢气电力，也有废核的方向，走向2050净零排碳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